大家好，我係潘主任。好多家長同老師都同我反映過同一個煩惱。潘主任，點解我講親嘢亞仔都係左耳進右耳出？係咪佢特登唔聽我講？其實未必係佢調皮，好大機會係因為佢嘅大腦撞到咗生理牆壁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講記憶力嘅第一個秘密。喺腦基礎教育 BBL 嘅研究入面，人類嘅聽覺記憶，我哋稱為 echoic memory， 其實係非常之短暫嘅。佢好似一個極速消失嘅緩衝器。科學數據話俾我哋聽，聽覺記憶通常只能夠維持2到4秒。資訊如果唔即刻處理，就會好似煙咁消散。大家想象下，如果你俾一個好長嘅指令，例如去房攞件外套，順便拎埋書包，同埋記得熄燈。當小朋友聽完最後嗰句，最初嗰句嘅記憶可能已經喺腦入面消失咗，佢根本記唔到咁多。但我哋再睇睇另一組數據，大腦處理視覺資訊嘅速度，比處理文字或者聲音快成6萬倍。視覺係一種強效嘅記憶載體，視覺記憶係可以直接入到長時記憶系統，唔會好似聽覺記憶咁容易消散。因為圖像係大腦嘅母語，所以有啲學生喺課室成日搶住答問題，好似反應好快，但轉頭就唔記得，因為佢哋只係趁記憶未消失嗰2秒內吐出嚟。但呢啲資訊係無根嘅，佢哋並冇轉化為長期嘅認知，好快就會忘記。所以我成日建議新同事同埋家長要將聲音變做圖像。如果你有重要嘢要小朋友記住，除咗講，最好俾佢睇到，例如簡單嘅視覺清單或者一幅畫。當大腦睇見資訊，記憶先至會落地生根。畫畫唔使靚，有用就得。下次當你想發火之前，試下停一停，諗一諗，你俾佢嘅資訊係轉瞬即逝嘅聲音，定係一幅印得入腦嘅圖畫？我係潘主任，我哋一齊了解大腦，伴仔女成長。我哋下次再見。